同样的，她也表示对于生父的爱意，并感谢这2年的照顾外，她还自称是个麻烦，有时也会没礼貌，但还是愿意包容他。吴桐妹还承诺自己一定会改进，也很享受自己和林若雅一起的时光，还称呼对方是阿姨，足见彼此关系亲近。吴桐妹还分享自己和母亲贾静雯及继父修杰楷的合照，场面十分温馨。接着又分享和生父孙志浩的合照，紧贴着彼此的头，充满幸福的氛围。不少网友看吴桐妹的贴文后，除了大赞她十分懂事和贴心外，真挚的情感真的令人十分感动。